同样也尝试3分，这次没能命中。你好，持球推反击，基地给，大范围转移到底角，进攻篮板，非常漂亮。甘孜这边开局打了一波8比0。 弧顶，李永泉发动进攻，没有太好的机会，迎着防守的3分球差一点。甘孜这边拿到进攻球权，速度推起来，转移底角，发球线附近转身，姜永登登的打板没能命中。 对外线放出了一个很大的投篮空间。这场比赛，国能进入到比赛的状态稍微慢了一些。篮板球的点抢，机会来了。国能这边打的还是非常稳啊，一个小盾败，转移到远端，上线。裁判老师哨响，这球。 吹罚了内线的犯规。33号的索朗阻挡犯规。而这边国能是请求了暂停，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比赛马上回来。 那么，在这个暂停的调整当中，我们也给现场所有的球迷以及线上的球迷再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赛事情况。这场比赛结束将会进行的是拉萨对阵农牧学院。今天晚间最后一场比赛，阿里对阵山南市。暂停时间到，请双方运动员再次登场。国能全场的底线无球跑动，这一次的进攻时间只有14秒，急停中距离被干扰。倪豪的篮板球。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比赛现场，也是有很多球迷关注我们卫冕冠军，也期待倪豪在本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和表现。当然，我们同样期待国能这边能尽快的找到比赛的状态，点飞防守，篮板球拿下来，打身体，但是。 甘孜这边内线拥有非常出色的高度，非常漂亮。来自6号的丁泽克珠也命中了本场比赛的第2次得分。对于国能来讲，他们面对的内线高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考验。 内传内非常漂亮，好球！这样的话，球队的进攻核心王长元帮助球队拿到了第1次运动战得分，这对于球队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讯号。加油！再转移底角，完全放空，有进攻篮板，大勾手差一点。这边国能的球权面对着防守的包夹。 球并没有出界，转移到底角，姜永登登外线 for three， 卫冕冠军第1节上来外线就下起了3分雨啊！再次给他弧顶，右侧底角，同样也尝试3分。你好，把速度推起来，给到姜永登登。 1对1的防守，球出界，甘孜请求换人。
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为国能来加加油，怎么样？来，国能的小伙伴们，国能，国能，国能！场上球员拼球技，我们场下球迷拼声音。速度推起来，倒一倒，外线再次放空，又来一记3分。这边是外线的7号李健命中3分球。转移到底角，打得非常耐心。弧顶这边同样也有一个空间3分命中，将您平坐。这球对于球队来讲是极其关键的一次得分。大范围转移，给的并不是太好。看一下这球如何来处理，追身3分球，非常有自信。自己的篮板，这球面对着倪豪的防守啊，是强硬的打中。随着比赛节奏的深入，国能这边慢慢的找到了比赛的状态。李健直接调到内线，面对着2个人的防守，球回传，还是要打低位，中距离，再来一个补篮的命中。传得非常危险，看一下倪豪，一马当先，漂亮。第一节比赛，倪豪其实进攻的欲望并不是太强，全部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防守一端。大号3分，崩框而出，球出界。甘孜请求换人。甘孜这边再次走马换将，17号的张安龙，双方请求换人。看一下国能这边换上了13号球员杨俊丽，以及6号的任荣华。那么2支球队也是希望调整一下场上的阵容，提供一些场上的活力。国能推反击，哦呦，这球空中有一个对抗的折叠，难度太大了。李健速度推起来，基地给，打得非常流畅。这进攻真的让人眼花缭乱了，内线的双塔连线漂亮，来自6号球员丁泽克珠。这边再次回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球迷的赛程的询问啊，今天没有凉山的比赛。这话语之间，国能这边再次得分入账。第一节比赛还有2分20秒，一个假动作突破到内线 ，easy， 太轻松了。基地给，这球面对着防守 fade away， 速度继续推起来，李健倒一倒，肘区没有太好的位置，李健这边在右侧来拿球，大范围转移，将拥顿顿外线再次尝试3分。这边应该是来自球队刚刚替补出战的13号球员啊，杨俊丽，确实状态还不错，上来就有所表现。这边同样也是不甘示弱，还以颜色，快发底线球，面对2个人的防守，甘孜这边退防的非常快。这就有些脱手啊！全场3打2的机会，基地再给，
张恩龙的打板命中。time out，来请求暂停，请求暂停一次。好了，暂停时间到，请双方运动员再次的登场。距离第一节比赛结束还有55秒。暂停回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国能的这一次的进攻球权。提前变向，队友上来做接应，弧顶，尝试3分。张安龙把速度推起来，面对2个人的防守 ，and one。这边是来自张安龙打3分成功。哎呦，这球于无深处听惊雷啊！李永泉这边突施冷箭，也是顶着防守球员。再次转移底角，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空位。李永泉继续推速度，这一次选择突破强打，进攻篮板，王长元遭遇包夹，背传篮下，哎呦，这球太可惜了。好的，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时间到，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的比赛马上回来。好的，节前休息时间到，请双方运动员再次登场。也再次感谢我们线上线下所有球迷对本次赛事的关注和支持，因为你们的关注，我们本届比赛才会更加的精彩。那么在过去第一节比赛的较量当中，这边卫冕冠军打出了自己的卫冕的风范啊！
单节砍下了33分。当然，我们同样相信他们的对手国能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会尽快的调整，找到比赛的状态，加油！话语之间，这边又是5号的李永泉命中了3分。 在第一节的比赛当中就有非常出色的状态和手感。李健大范围转移，转移到底角，基地再给，追求这么小的空间，还有进攻篮板，但是内线被罩住了。李健急停中距离，真稳啊！李健目前拿到了球队最高得分10分，这场比赛注定是一场 爆发式的比赛，王长源在弧底完全放空，江永等等面对2个人的防守，造成了打手犯规。这边吹罚了1号打手犯规，罚球2次。 这句话球权再次回到国能这边，李永泉继续来到弧顶来发牌，给到禁区队友王长源面对着防守，打得非常耐心，外线被盖掉。甘子继续推速度，建勇手上一抖，再次给到弧顶，这边大空位的3分磕框而出。 球出界，那这段时间或许是国能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好球，还不错啊，又是李永泉啊。李永泉这场比赛作为球队的攻防核心，确实打出了非常高效的表现。 李健这一次投篮没能命中，杨俊丽再分身后的队友，那么这场比赛双方其实，在防守端并没有施加太多的对抗，但是场面还是非常的激烈精彩，非常流畅。这样的话，国能把速度推起来，反抢。 李健骑马射箭抛投真稳。这场比赛虽然球队的头号得分手倪豪并没有出场太多的时间啊，但是7号的李健有非常出色的表现。闪转腾挪差一点，速度继续推起来。 国能这边退防的非常快，蒋勇等等外线 for three， 不看人的传球，假动作调整一步，脱手了。李健来到右边45度，并没有急于进攻，跟进队友再分，建勇外线再拔3分，又命中了。 进攻行云流水，李永泉这边还是要把比赛的时间稍微降一降啊！现在冲击内线并不是太好的机会，迎着防守 in your face。看一下李健面对着防守，并没有急于进攻，不看人传球篮下无人防守，17号张安龙。
来，我们国能的小伙伴们再为国能来打打气，怎么样？来提升一下士气，国能，国能！我们场外的啦啦队球迷就是我们球队的最佳第6人。李健再次转移到弧顶，提上来做一个单挡，给到内线这边1对1单打，摆脱防守，换成左手，这边又是1号的将拥顿顿，有出色的身高和弹速，今天个人的表现也非常的给力啊，拿下10分。27号推人犯规，罚球2次，甘孜请求换人。这边2号的倪豪以及6号的丁泽克珠回到比赛场地当中。我相信今天来到我们比赛现场，一定会有很多2号倪豪的忠实的铁粉啊。现在在我们的线上直播间也打出了很多倪豪加油的字样。好球，这球被干扰，出了边线，当然还是甘孜的进攻球权。倪豪假动作虚晃一枪，哎呦，这个节奏太漂亮了！张安龙这边又是抢断成功了。作为球队的1号位球员李健再倒，这边李健今天的应该是命中了2记3分了啊！漂亮的一个假动作，好球啊！这感觉上来每一名球员都有非常出色的进攻能力啊，这就太恐怖了。稍微有些停球，要注意进攻时间，给的非常漂亮。这边又是送出了防守的干扰。张安龙回传给到队友，抛投自投自抢 ，One more time。6号的丁泽克珠，这进攻真的是摧枯拉朽一般啊！你好。假动作，转身，这边转移到外线底角，无人防守了已经，再来一个3分，得分如探囊取物一般。这边看一下国能否做出一些回应 ，fade away， 哎呦，这球漂亮啊，抬高了。弧线美如画，1号的王昌元。那么其实，在前面的比赛当中，1号的王昌元多场是打出了比较出色的表现啊。今天顶到了内线来防守，哇！又是17号的张安龙。假动作溜底线幽灵位，这球没能命中，但是队友的篮板球可惜了。哎，这球队友沟通出现失误啊，换人来请求换人。国能这边8号的江阴平措以及5号的李永全再次披挂登场，加油！我们线上的球迷朋友也非常幽默啊，那个甘孜的雨下到了我们灵芝了。基地给底角，再来一次，漂亮，强硬，杨俊丽。
遭遇了防守包夹，没有太好的机会回传。你好，调整一步，哦呦，又帅又能打。李永泉拽给他队友，王长元，哦呦，这球是传得非常有想法。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还有1分39秒。全场底线球如何来开？再转移，面对着倪豪的防守，底角这边有一个空位，尝试3分没问题。李健继续推速度。还是要给到倪豪，倪豪再拔一记3分，我的天啊！无可阻挡，这就是卫冕冠军的实力啊！当然这边险些命中，倪豪继续推速度，基地给，哎呦，这球是速度太快了，球出界。那么线上直播间的球迷朋友，如果您支持国能，那请把国能加油打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您支持卫冕冠军甘孜，那你把冠军甘孜打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双人的包夹没有太好的机会，再回传。这球顺空而出，篮板球的点抢，打一个身体太难了。倪豪出现在了球的位置，再拔3分，还能有吗？机会来了，王长元面对着防守，呜、钉板大帽，好球！这边5号的李永泉挽回了颜面。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时间到，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休息，精彩的比赛稍后继续回来。Zemore Porchon lung bygge nawe gerne by Trogron chemu ning ka yang xing di Liksom chiro me to cha pa pa Hanyang chung ngư lại ke lu ka cham Ya pacha ye Ya ka pacha ye Liksom chiro me to cha pa pa Hanyang chung ngư lại ke lu ka cham Men to xing tu xuyên ni ba zeng on Kyu pe tu la ga chim pe chu ma si Nyang chu la ta sem ki chin la ga xin Liksom chiro cha tsu ri mu chi Hi nam cha khang lại ke pe ma she Ya pa cha ye Ya ga pa cha
默契，남자 간래 깊게 대마시。 冲手冲手，大家准备把这天上进入魔咒。冲手冲手，天天晚上里了，我在家那夜里。让汗水折射着七色彩虹，让青春与风俗交集，直到吹动终极的哨声。当呐喊响彻赛场，这里就是我们的主场。把胆怯丢到千里之外，让梦想与观澜较量，直到签下胜利的宣言。当呐喊响彻赛场，这里就是我们的主场。当呐喊响彻赛场，这里就是我们的主场。好了，中场休息时间到，来，我们有请双方的运动员来抓紧时间，回到我们的比赛当中。那么在我们线上的公屏当中，我也看到了我们很多球迷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将会在我们8进4的淘汰赛当中，我们每一支球队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专属音乐。那也可以把我们自己每支球队喜欢的音乐来打到我们的公屏当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西藏广播电视台林芝市融媒体中心联合直播的2025年西藏林芝市南迦巴瓦丰杯篮球邀请赛的比赛现场。今天的第4场比赛，回到下半场的对抗和较量。那么在过去的上半场比赛当中，卫冕冠军打出了非常高效的表现，轰下了62分。当然，我们的国能也还不错，拿到31分。你好，这边基地给队友，速度推起来。哎呦，这球势大力沉啊！当然高度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啊，就是力量比较大。给的不错，手递手给这边来到左侧，其实停球的位置并不是太好，队友要上来做接应，哇，这个非常聪明啊，还是有经验啊，砸在了防守球员的脚面，但是进攻时间只有4.9秒了，调整一步，飞的位打板，王长源内线的强攻，一个人抢3个人，再次给他弧顶，右侧。要注意进攻时间了。
压哨出手，队友的进攻篮板漂亮。这边来自9号的陈松燕命中了2分。张安龙弧顶发牌，给到李健，再转移，这球被防守人切掉了，还是甘孜的进攻球权。基地给，遭遇了双人的包夹，张安龙，时间不多了，李健压哨出手，倪豪的篮板球，再次给到李健，李健这次选择突破挑篮，漂亮。李健拿下了17分。倒一倒，这边也放空了，机会还不错。回应的3分球，拉巴次人也命中了这一季的3分球。其实国能这场比赛在外线的手感还不错，倪豪再来偏出，队友的篮板，造成犯规。1号打手犯规，罚球2次。甘孜请求换人，是要换罚球的队友啊，6号的丁泽克珠，罚中的话换人。这看来是下不来啊，还想再多打一会儿。好，没问题了啊。来，请求换人。33号的索朗汉全登场了，替下了6号的丁泽克珠。李健弧顶，这边挂队友一个单挡，罚球线中距离。国能这边推起速度来。追身3分球 ，for 3。拉巴次人命中了2记外线的投篮，状态火热。倪豪面对着防守，这球倪豪把时间停下来，提上来做一个单挡。倪豪一个胯下运球拉回，蝴蝶穿花一般。郑安龙外线的3分球没能命中，速度推起来多打少。李永泉这球再拔3分，差一点，吓人。哎，这球裁判老师吹罚了防守球员犯规 ，and one。9号拉手犯规，要加罚1次。time out，甘孜请求暂停，甘孜请求暂停。好的，暂停休息时间到，请双方运动员再次的登场。暂停回来，给到了甘孜的加罚。甘孜请求换人，这边建勇是再次登场了。
看一下行进当中，应该是没有人碰到皮球，球出界。张安龙面对着防守，建勇上来做一个单挡，这就防得不错。手递手给倪豪，这边也没有拿稳，地下摆脱防守，再分。李健这边骑马射箭抛投，漂亮！18般武器样样精通。李永泉在弧顶突分点一步，王长元再次给到队友杨俊立，进攻时间不多了，内传内，空间非常小，没问题，国能的进攻球权。脚踢球为例。速度推起来，这就选择自己打。其实，在全场有一个2打1的机会啊，但是索朗汉泉还是相信自己，毕竟冲击力是他最大的法宝，这就造成犯规。第一发命中。2发全中，进攻时间16秒，转移底角。基地给大3步。这球大步流星，差一点啊！机会其实完全出来，基地给这边是给到王成元，面对着防守，李健大范围转移给到倪豪 ，for three。如果没记错的话，本场比赛李健应该是命中了5记外线的投篮。杨俊立突分，难度太大。张安龙上球给到倪豪，面对着王长元的防守，急停中距离，但是有进攻篮板，索朗。国能请求换人，这边应该是换上了8号的江宁平措登场，加油！这一次是把握住机会了，是来自1号的王昌元。确实，王昌元有这种得分的能力。提前变向，再转移底角，进勇5，空中有一个对抗，看一下裁判老师判罚球权。甘孜请求换人。张安龙下13号的扎西吉村登场，加油！现在两边球队的阵容应该都轮换了一遍啊，每位球员都得到了充分的一个出场时间。吹罚了5号推人犯规，进攻时间回到14秒，第3节比赛还有3分45秒。
你好，一个假动作点飞防守，再给队友外线的3分投篮没能命中。索朗这边有出色的身高啊，确实让防守球员无法企及。又来一个3分球，李健。今天的外线手感确实非常的给力，摆脱防守，大步流星打板自投自抢，漂亮！杨俊丽，杨俊丽这名球员也是一名非常有活力、非常出色的一名锋线。再次给到李健，大范围转移，你好，这边无人防守，点飞一个防守 ，wide open。这边怎么打？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机会，哎呦，可惜了。回过头来，这边同样也是非常好的机会，也没能投中。王长元外线再来3分啊！切掉了。长元这边如何来打？给到李永泉，李永泉这边还是在弧顶来倒一倒，再次给到低位。打身体 ，fade away。来看一下倪豪的进攻，再次上球给到李健，李健这边要进攻了，急停中距离。李永泉推速度。但是前场有多个防守球员，这就选择自己强攻。当然，我们场上的运动员有自信，这是毋庸置疑的。你好，速度提起来 ，fade away。你好，又抢断了，再给前场2打1。国能这边请求暂停，请求暂停一次。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比赛马上回来。暂停时间到，距离第3节比赛结束还有37秒。来，请双方运动员再次登场。那么第3节理论上双方应该各有一次进攻的回合，国能这边有完整24秒，挂一个单挡，还是要冲击内线，霸王硬上攻造成犯规。
第一发命中。手感非常柔和啊，8号的江阴平座是2发全中。甘孜这边就要压最后的第3节的时间了，给到你好，再次给到弧顶的队友。你好这边再分，这球是14号的靳勇篮下的冲击，造成了防守球员犯规，还要加罚1次，2分有效。10号打手犯规，加罚1次。靳勇这边是打3分成功5.4秒，这边发球要再快一些，给的不错，还有时间，来吧，来吧！打板没能命中补篮。好，这样的话，第3节比赛时间到了，我们也在3、4节间的休息，比赛马上回来。好的，节间休息时间到，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场比赛。那也看一下我们的2支球队的得分情况啊。我们这边卫冕冠军，目前场上已经有4名球员是得分上双了。在我们的国能这边是有2名球员上双了，1号的王长元以及5号的李永全。还有13号杨俊丽个人是拿到9分。好的，我们继续观看这场比赛最后一节的较量。甘孜请求换人。这边也是险些出现失误，好在球权拿回来，中距离漂亮。8号的江阴平座，再转移，这边出现失误了。李永全面对着防守，1打2。甘孜请求换人，这边换上了小将8号的泽仁望都。内传内，防守球员并没有吃晃，球转移出来，再次给到江阴平座外线的3分球，差一点。
但是没有关系啊，其实机会出来了，对于我们场上运动员来讲，一旦机会出来，还是要果断，还是要自信。我们投丢的只是皮球，而不是自信。倒一倒，弧顶，再转移，左侧面对两个人的防守，切掉了，机会来了，全场2打2，这球要追身3分球啊！篮外空心。好球！这边是8号的小将泽仁望都，命中了2分。黄长远回传给队友，这球打得非常耐心，内传内的空间非常小。转移底角，这边也是一个大空位，3分球命中。22号的义西吉村，吉村这边也是命中了本场比赛的第1个外线的投篮。王长远外线同样尝试3分球命中。在国能这边，王长远应该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外线的得分点，真的是积极的拼抢。虽然现在场上大比分落后，但是我们国能的场上运动员每一次的防守回合、进攻回合拼尽全力，值得我们为其点赞鼓掌。右侧面对着防守，放一步的投篮，出手没能命中，有进攻的球权，又命中了。这真是差一点点的运气。没办法，索朗的身高实在太高了。这样的话，国能是请求了暂停，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比赛马上回来。那这边也给我们线上的球迷朋友也再一次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赛事情况。那么这场比赛结束将会进行的是拉萨对阵农牧学院。我们今天晚间最后一场比赛是由阿里对阵山南。暂停回来，留给两支球队最后的6分53秒。江阴拼错，这球跌跌撞撞啊，还是给到弧顶，基地再给。哎呦，这球行进间应该是切到球，并没有切到手。当然还是国能的进攻球权，6秒钟了只有。注意进攻时间，转移到弧顶，时间不多了，这球要抢解了。24秒进攻违例，没有沾框。哎，裁判老师哨响了，这球给了13号，打手犯规了，要罚球2次。
转移到大对角，点一步，撤步外线再拔3分。江阴平措的防守篮板球。李永泉再次倒一倒，上线是对应2个防守球员转身，非常漂亮的一个脚步打板没能命中，前场2打0。来看一下，这球是来自8号的泽仁，真的是一把打防守反击的好手。江阴这边调整一步，给到外线，李永泉尝试3分球崩出来，这边再来了，又来，大步流星，漂亮。泽仁连续2次利用这种转换的快攻上篮命中。第4节的比赛时间已经过半。底角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篮板球的拼抢，杨俊丽再次给到队友，抬高了弧度，漂亮，拉巴刺人命中了得分，个人得分也来到了2位数。其实这场比赛国能场上的运动员整体表现都还不错啊，但是没办法，他们遇到的可是上届的卫冕冠军球队。国能请求换人。球出界，这球应该是国能的内线球员将球拨出了底线，还是甘孜的球权，14秒。好球，内传队的配合，这边又是8号的泽仁。3分中，非常漂亮啊！这边是8号的江阴平措。现在这个时间段，2支球队场上的运动员打的应该是比较轻松了，都没有太多的压力。基地给，这球被切掉了。面对防守 ，1 on 1，防守球员也是放弃了这一次的防守。有一个身体对抗，哇，漂亮 ，and one。2分有效，13号推人犯规，加罚1次。打3分成功。这场比赛，甘孜这边目前已经拿到了102分的一个得分哦，这太难了。这是比赛时间快到了，没办法啊。加西吉村再转移到底角，外线的3分球尝试，这球没问题。27号的巴泽取破，命中了得分。比赛跌破了3分钟，基地给，这球给的漂亮，心领神会啊！队友真的是太默契了。这场比赛
其实国能有几次的分享球是真的非常漂亮。地板球谁都拿不起来啊！击开防守，哎呦，这球有点发力过猛啊！回过头来，追身的来一记3分球怎么样？漂亮！球队得分最多的球员，33号的拉巴次人16分，一传到全场，这边也是非常轻松的轻取2分。球速太快，直接传出了界外。国能请求换人。弧顶，李永泉面对着防守，再倒给到底角，3分球命中，1号的王昌元。非常漂亮，行进间的传切。摆脱防守，急停中距离。甘孜这边推速度前场4打1，给到跟进队友。哦呦，这球太可惜了。李永泉再次给到底角队友，调整一步撤步，漂亮！这球难度很大。33号的拉巴次人本场比赛是火力全开，19分。球出界，这样的话球权转换，最后的29秒。国能这边请求暂停，请求暂停一次。来，我们现场的球迷也为2支球队来点掌声鼓励一下，怎么样啊？比赛的胜负结果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享受比赛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是最重要的。距离全场比赛结束仅剩29秒。OK， 暂停时间到，请双方运动员再次登场，29秒。国能这边打一个24秒。哎呦，这上来的10号曲尼，上来就命中3分啊！今天获得出场的时间似乎少了一些啊。如果早点上，或许结果会不一样啊。卫冕冠军甘孜这边也是放弃了这一次的防守，也是表示对我们对手的一个尊重。最后的时间到时，裁判老师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我们首先感谢国能全体运动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也恭喜甘孜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小组赛前2场2战全胜。matanga
잠비 코이 카는 디비 프리슴 와 시크 체탄 바튼 지지면 알다 소다나 랑이를 진다는 추했던 아이 랑소치 감녀 듬녀 타는 너양묘 온장 세문을 남기 쳤다 예슨 파 많은 고갈 많은 고유 세진 함대 채송 강화 청소